中华新港有3个车地仔，顶个月2日过车路的时，互车撞到，其中2个姊妹仔当伤昏迷。若这个大姐目睭前已经会当震动啊，医生评估已经入要精神啊。行政院长陈建仁昨嘛去到美港公路视察，宣布美港公路高架化整体工程核定总经费167亿，全部拢用中央来负担。行政长陈建仁11到中华县新港乡了解第60亿以线美港公路高架化工程，交通部公路局办理可行性评估，三国发挥审查年外，行政院宣布正式核定，总经费167.84亿，由中央全部负担。交通部表示，美港公路高架化了后，定位是快速公路，应解决原本18个号志路口塞车问题，按算2034年完工。虽然是现在的施作是一个平面道路，把它高架化的一个计划需求，因为可以把全线的这一个28处的路口大概做整个一个立体化。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核定通过，我希望我们交通部这边在这个详细的综合规划以及环评的部分要来加紧土地的这个征收，也希望我们地方政府一起来努力。中华县新港乡圣诞的3车地，顶个月底经过美港公路甲建国路口，互修路车弄飞。当时阿姐经过近1天抢救，传出好消息。中华社团便伊表示，伊目睭人已经因活动，应该得要醒啊。目前情况就是说，昏迷指数6分，他的眼睛可以张开，眼珠可以活动呼吸器设定也比较好，应该是快要醒了。医师表示，阿姊阿妈管损伤的部分，目前正靠有寡活动的反应，望干细胞治疗了后，会有加一寡进步机会。当伤的妹妹依然是当昏迷状态，无新的进展，不过已经无用性压制，伊的血压算是稳定，昏迷指数依然是3分。记者综合报道。